联合国人权高瞻巴切莱特周六结束访华行程，在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维吾尔人和藏人人权受到侵犯时，巴切莱特避免对中国做出批评的态度引起多个人权团体不满。他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强调，这次访问不是一次调查，而是一个可以就人权问题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讨论、提出关切、互相倾听的机会。但巴切莱特在评论中避免直接批评中国，引起多个人权团体的不满。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负责人罗谢阿巴斯在推特上说：“我们耐心等待正义，现在是时候叫巴切莱特辞职了。我们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·巴切莱特立即辞职。他忽视了他的使命和联合国的创始原则。”另一方面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相信访问过新疆的外国各界人士就像高专本人一样，能够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。过去5周，中国的首都北京当局下令数十万居民待在家里，以遏制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最大的新冠疫情的爆发。官员们周日表示，一名40岁孙姓男子在去了一个被认为是高风险的购物中心后被要求隔离，但他未能遵守这个规定。孙和他的妻子后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，当局因此将他们的小区500名邻居进行居家隔离，并将他们同楼的250多人送往一个政府隔离中心进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28日与阿尔及利亚石油天然气公司在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签约仪式，双方将投资4.9亿美元合作开发位于阿尔及利亚东部伊犁季省的扎尔扎伊盐油田，其中中方投资占比为70%。德国外交部周一表示，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·巴切莱特的中国之行未能透明地澄清东突厥散地区侵犯人权的指控。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，由于中国的限制，旅行期间无法自由、不受阻碍地接触人员和地点，这排除了对现场情况进行独立评估的可能性。不过，德国仍期待巴切莱特尽快公布维吾尔人权报告状况。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公布了5名以色列情报和技术专家的姓名和信息，声称他们参与了该国的暗杀行动。报告称，这5名以色列人日夜受到严密监视，并声称其他人也被跟踪，他们的信息可以被分享。中国空军星期一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自今年1月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侵扰，迫使台湾紧急派遣军机起飞。台湾星期一报告说，中国空军出动了30架次飞机，对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进行骚扰。台湾国防部表示，台湾采取回应措施是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，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歼。